若奈她是为了救我。天宝，他是替我而死的，我欠他的爱永远都还不清了。天宝，冷静啊，天宝！为什么不是我？为什么不是我？弟弟去死！坏了，天宝，小蝶这孩子要做傻事，我去追回小蝶，你看着天宝。心若现，春风度郁闷不变。一如烟，花开淡漠似从前。你的脸，奈何我已难浮现。写一方思念，慢慢去拼接。花离别，长江树在艳阳年。下雪了！看窗雪，水流指尖。你的脸，笑颜在杯中溶解，像一弯光月，映尽火圆缺。八月飞雪，你们是来送我的吗？风如变，花如谢，我已经于天，只是盈盈泪眼，一人却不见。花离别，长江树在艳阳年。我相信天宝看窗雪，一定能为你洗脱冤屈，报仇雪恨。你的脸，笑颜在杯中溶解，像一弯光月，映尽火圆缺。爹，女儿来陪你了。一别花花，一别情歌两三年。日出不见，日暮不见，谁知思念线？风如花如谢，我已经于天，只是盈盈泪眼，一人却不见。不知间匆匆一别花花一不能去啊！情歌两三年，日出不见，日暮不见，谁知思念线？风如变，花如谢，我已经于天，只是盈盈泪眼，一人却不见。倘若一人又见旧人，接着说，王妃的死震动京城。顺天府结案之后，皇上龙颜大怒，也突发晕厥，想必醒了之后就有旨意。9000岁让人送话，他在内廷先稳住局面，让王爷小心行事，一切等9000岁的安排。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！王爷，您千万不能这么说。滚！是。朱天宝，
天宝，楚天宝，我恨你！你一来，若男就没了。我恨不得现在就杀了你！我要吃你的肉，喝你的血，我恨你，楚天宝！建兴王朱天祥听旨。皇上口谕，召建兴王朱天祥速进宫面圣，钦此。臣接旨。魏忠贤，你说呀。皇上，奴才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那人家为什么说你是同谋呢？皇上，杨莲畏罪自杀后，杨若男肯定是迁怒于奴才，所以他挟私报复。他是在诬陷奴才。皇上，你先消消气，建兴王还没来呢，等他来了以后，和魏忠贤当面对质，不就清楚了？朱天祥为什么还不来呢？朱天祥来了吗？皇上，建兴王到了。臣参见皇上。朱天祥，你好大的胆子！皇上，臣是冤枉的。若男做的那些事情，臣完全不知道。你还敢说不知道？你分明就是图谋不轨！皇上，建兴王一片忠心，满朝文武人尽皆知啊。这杨若男要对太子下手，恐怕是他一厢情愿吧？是啊，皇上，魏公公所言极是。若男从小习武，行事异于常人，你应该有所耳闻吧？她是你的王妃，她有这些心思，必是你挑唆出来的。皇上，若男野心极大，想必是自幼受到了杨莲的影响。微臣和若男的婚事也是杨莲的阴谋，但是微臣万万没有想到，若男竟干出了谋害太子的事情。皇上，建兴王爷确实不知情啊，要不然他也不能让杨若男出来自首啊。皇上，我看那个杨莲就是个阴险狡诈之人，他教出的女儿能有多好啊？建兴王是我看着长大的，是个德才兼备的好王爷。这件事恐怕是若男那个丫头栽赃给天祥，他父亲被查获贪贿，畏罪自杀。要不是天祥忠君报国，大义灭亲，哪会有这件事情呢？况且若男谋杀太子的证据确凿，太子的死也有可能是杨莲在背后指使的。对，皇上，很有可能是这样。杨若男知道自己的罪孽无法隐藏，他挟私报复，把老奴和建兴王爷都诬陷进来了。皇上，这前因后果都清清楚楚的，您是圣君，可千万不要被这个小妖女给迷惑了呀。朱天祥，即使你不知情，也是罪不可恕。传旨，将朱天祥贬去一切职务爵位，变为庶民。是皇上。天祥，还不谢恩？臣领旨谢恩。皇上身体虚弱，走一走就回宫歇息吧。我自己的身子我知道，这些天发生这么多事，惊得我心惊肉跳。这身子骨是一天不如一天了。唉，这人就是不如木头结实，要是像那黄花梨木那么结实，该多好啊！皇上，您龙体康健，没事的。
朕本以为皇位没人来争，可没想到，连朱天祥都动了心思，想起来真是可怕。太子就这么去了。如今这储君之事一日不定，会有人心中不安呢。皇上，您还得早做打算。是啊，可是朕该如何是好呢？皇上，不如请回信王，还朝辅政。信王？是啊，信王沉稳，又对皇上忠心不二。太子之死与他无关，又被牵连冷落了这么久，如若信王在您身边，就不怕其他外臣和图谋不轨之人了。是啊。来人，传旨，宣信王进京。是皇上。等等，朱天宝断案有功，无罪释放。遵旨。皇上英明。天宝，皇上都下旨赦免你的罪了，我看呐，你也别愣着了。出去以后啊，该报仇报仇，该杀人杀人，这才是英雄好汉。小爹和老哥他们在外面等着呢，我先送你出去吧。我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，你又不是神仙，哪能事事都想得到啊？诸葛亮还没弄明白马术呢，赶紧走吧。走吧，出去再说。出去就别回头，这他娘的是忌讳。你说的对，该报仇报仇，该杀人杀人。你后会有期。天宝，好样的！若南死后，天祥根本就没有来过。我们大家商量着，没有按王妃的规格来安葬若南。我想若南，他泉下有知的话，也不会怪我们的。回想当初你说过的对白，一字一句浮现脑海。朱天宝，冬去春来，等花开，等你来，等你用一生去。朱天宝，你给我出来！你要是再不出来，我就……你要是再不出来，我是不会饶了你的。出来！若楠，你真是冰雪聪明啊，这样都能认出我啊，真是厉害厉害！站住！这把到底压啥呢？压血？天宝！不是，抬住你手啊！哎呀！哎，你看你，都怪你！要不是因为你，我就赢定了。你凶什么呀？大不了用我的。来，压了啊！压了！小大！天宝，我还是叫你天宝。你知道我有多喜欢你。当我躺在冰冷的地窖里，寒冷、害怕、疼痛，但是我坚信，你一定会来找我的。后来，我爹出现在我面前，他让我赶紧回家，
我很想回去，可是我等啊等啊，你一直都没有出现。你知道我有多想嫁给你吗？哪怕只有一天。不怕相思痛，只怕能相逢。此生有你就足够。你在想什么？我想若男他泉下有知，知道你这么思念他，他也会很开心的。小蝶，大宝，我没事。我现在只想为若男和他父亲报仇。他父亲的含冤而死，若男的无辜牺牲，涉及的岌岌可危，一切的一切，恩怨情仇，纵然是血肉相连，自小相伴的亲生兄弟，也总该有个生死了断。若男不会就这么去了，我要为他报仇。大宝，大宝，我多想死的那个人是我。若男，你放心，大宝他一定会为你报仇的。混账！皇上居然把朱天宝的罪赦免了，这算什么事儿啊？这是！你们都下去吧。我算是彻底失去胜券了，想不到我最在乎的人断送了我的前途。皇上是什么呀？胜券又算什么呀？那朱天宝不会善罢甘休的，那东林党也会有人跳出来的。既然皇上对你有成见，我说你也就不要再顾忌什么了。东林党人必须要斩草除根。这是名单，你看看。怎么这么多人？这都是和杨莲他们有牵连的人。那千岁的意思是？一个都不留。这恐怕要闹个血雨腥风了。你仁慈，你仁慈，别人就要你的命啊！天宝的事情交给我，你就干这事。千岁，不要再说了，你要清楚，你现在充其量就是我身边的一条狗。你要想保住你的王位，你就多干点狗该干的事情。怎么？你还敢有别的打算吗？不敢。没有，你就退下。是。我会不会打扰他呀？可是这汤就要凉了。小蝶，
对不起，我现在心里很乱，希望你不要怪我。小蝶，我知道你心里想着什么，要不要我说说看？啊，师傅，你都知道啊？你的心事我还看不出来，你是念着天宝。若男的死，你知道的，对天宝打击很大。他出狱后对你不像原来那么亲密了，你也许在想，天宝是不是心里爱若男更多一些，所以你心里觉得很乱。师傅，其实我心里只是有一点乱，我也没想得那么透。可是刚才听你讲了以后，我觉得自己的心里真的是这么想的。小蝶，我也看出来了，天宝觉得跟你之间隔着一座山，他心里有你，你心里也有他，可这座山隔着，你们就觉着生分了，是吗？我说的不对吗？可是师傅，我觉得这座大山再也越不过去了。小蝶，你要振作起来。你知道吗？你和天宝经历了那么多，你们是生死劫难洗炼出来的有情人。古书上说得好，有情人终成眷属。你们已经走过那么长的路了，你要给天宝时间，一定有希望的。古人的话不会有错。小蝶，相信我的话。大宝，你跟小蝶到底怎么了？小姑跟孟老哥都惦记着这事儿，他们又不好意思问你们，就一个个跑到我这儿来说心事。你说我一个大老爷们儿，成痴心大姐姐了都。大宝，你心里到底有没有小蝶？金刚，我很清楚，我心里面深爱着小蝶。可是，从若男这一去之后，我每次见了小蝶，都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她。我一想到这儿，心里就乱得很。可你知道这些天小蝶变成什么样了吗？那个侯国兴半死不活的，小蝶每天走那么远的路去照顾救治，半夜三更还要给他煎药。你以为他这么辛苦是为了谁？他强撑的都是为了你。我知道，你知道还那样。小蝶自从知道你出狱以后，整天担惊受怕。你知道他撑到现在有多难吗？大宝，你要好好珍惜小蝶，不然我可不会放过你。哎，别闷着不说话呀！我先回房了。小蝶，你们俩聊什么呢？我懒得跟他说话。哦，金刚，我把衣服洗干净了，给你叠好了。哦。我先回房了，回头找你们聊天。哎，小蝶，我没事，没事。孟小蝶啊，孟小蝶，你已经是大人了，你不应该再让他为你费心了。你要把对爱情的期待都埋在心里，全力以赴，为帮天宝找到线索，为了帮天宝破案报仇，这样天宝
才能真正的快乐起来。你醒了？不用救我，要杀就杀。你不要生气啊，你这样会触及到你的伤口，恢复就会越来越慢。来，听话啊！不用管我。哎呀！大宝，霍国兴，你还不能死？你知道你身上担着多大的干系吗？我父王、杨若南、杨大人、太子，还有那些冤死的大臣们，都在九泉之下拭目以待。就连信王都身在危局。你和魏忠贤狼狈为奸，做下多少伤天害理的事！你死了，一了百了。可是魏忠贤却依然如故，甚至变本加厉。侯国兴，你明白吗？大宝，他还虚弱着呢。小蝶，难为你照看侯国兴了，还是我留下吧。你去休息吧。没有什么好难为的，侯国兴，他是这个案件的重要人证。我只是想治好他的伤，他的伤好了，你就能破案了。这样，若男他也能瞑目了，你父王的死也能水落石出了。父王，请您恕孩儿不孝，没能在您膝前为您老人家分忧。不过您放心，孩儿一定能查出您的死因。老王爷是被毒死的。你说什么？是天祥用毒手杖的毒毒死了老王爷。我们怕事情败露，就买通了太医。老王爷死了以后，我们用药洗清，排除了老王爷体内的毒液。你说的都是真的？我已经死过一回了，这是我的报应。你们救了我，我感恩戴德。你们要杀我，就杀吧。大宝，是天祥，居然是祝天祥，是魏忠贤，是他逼天祥下的毒，是我从中联络，是我联络，我有罪。对不起。
你说的都是真的。我还骗你干什么？好。大宝，你千万不要意气用事。他竟然能杀了你的父亲，你去了不是自寻死路？我不信，我不信，我要亲自去问问他。大宝，你冷静些，你好好想想，这些天来，我们彻查太子一案，魏忠贤和天祥都不闻不问，你难道不奇怪吗？他们现在肯定是做好了准备，等你送上门去呢。他们一定知道，我早晚能查出什么，然后等着我露出破绽，是不是？是啊，朱天祥，他对你的脾气秉性了解得一清二楚，他知道你要去找他，他会对你做些什么呢？他对我的秉性了解得一清二楚，我也能料到他会做什么。可是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是先查清你父王会给咱们留下什么样的线索。如果有了证据，那么朱天祥他也无话可说。谢谢你，小蝶。现在我要去看看父王的遗体，查一查能否有什么发现。大宝，父王，孩儿不孝，打扰您老人家了。可父王您去的蹊跷，孩儿觉得其中必有不可告人的秘密。孩儿想一探父王的遗体，愿父王您的在天之灵能助孩儿一臂之力，查清您的死因，为您报仇雪恨，请恕孩儿无礼了。挖开了陵墓，是守墓人今天早晨发现的。9000岁的眼线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，他让我们赶紧通知顺天府去抓天宝，定他一个不敬的罪名。王爷，难道真按照9000岁的意思去通知顺天府？王爷！去呀！是。父王，我是不得已的，我是不得已的。是不得已吗？小王爷，小王爷，小王爷，不能进去啊！小王爷，谁敢拦我，我让他血溅30！哎，小王爷，你不能进来呀！哎，是啊，您别为难我们呀，小王爷。是。啊。好了，
让他进来。是。你这是要干嘛呀？让这些狗奴再退下。下去。是。朱天祥，你好狠的心！你拿着剑到我的王府来要杀我，还说我狠心。天宝，你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这恐怕得问问你自己，还有我们的父王。父王，父王要是知道你挖开了他的墓，现在还要来杀我，他应该很伤心吧？朱天祥，你现在没有半点人性了吗？你还是我的哥哥朱天祥吗？哥哥，我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。你知道吗？你从来都是父王口中的好男儿，我一直把你当成我自己的榜样。小的时候我犯了错，你帮我瞒着父王，我们两个一起跪在地上挨罚，都还想着为对方顶罪。那些日子怕是一去不复返了。我现在就想知道，我的好哥哥朱天祥去哪儿了？你又是谁？我就是朱天祥，我是建兴王的世子，当今建兴王府的王爷朱天祥。你已经被贬为庶人了，你还做着那个丧心病狂的梦？闭嘴！朱天祥，你醒醒吧！我告诉你，我现在清醒的很。你真是无药可救。朱天祥，我问你，你有胆量跟我去父王的墓吗？我不像你，父王已经走了很久了，我不会再去打扰他。那你敢不敢告诉我，父王到底是怎么死的？天宝，京城不是你待的地方，回定州吧。你想让我回定州？你休想！你罪恶滔天，就算我不诛你，你也难逃天理昭彰。你事到如今还不警醒，你真是可怜可叹。若若南地下有知，他也会为你汗颜的。若南。若南是你害死的，要不是你纠缠的太子一案，他会死吗？好，事到如今，我跟你已经无话可说了，你放开我。从此以后，你我恩断义绝。你真要这么做，你执迷不悟，不思悔改，是你逼我这么做的。好，好，好个割袍断义！来人，拿酒来。下去。既然你这么绝情，你我就干了这杯酒。从今以后，你我便不再是兄弟。要是以后你再敢挡我的路，休怪我无情。好，好，我喝。你是魏忠贤，不错。
酒里有毒！我早知道你为什么要来，我知道你要来干嘛。你还是那么单纯，可我早已不那么心软。朱天香，我现在只问你一句：王是不是你杀的？你知道的。好哥哥，仇恨的心。天宝，天宝，朱天香，我现在只问你一句：王是不是你杀的？你知道的。好哥哥，仇恨的心。天宝，天宝，哎，天宝，来人！他来的时候，王府好多人都看见他了，把他拖到后花园，扔到枯井里头，再派人假扮朱天宝出府。是。心魔已死，你还在想什么？嗯？我现在什么也不想了。这才是我要看到的朱天祥啊！啊！欲成大事者，就得经历风雨。天祥，来，你成了。事已至此，做与不做，就在一念之间。古人有云：“成王败寇。”无毒不丈夫，好。朱天宝已死，知道太子案的人就剩定州那几个人了。依千岁看，此事该怎么办？这事儿似乎不着急。他们那几个人，很多百姓都认得。这事儿要做得隐蔽，先稳住他们。朱天宝不在，他们就是乌合之众。现在看来，圣上要把权位让给信王朱由检，那我们就先做朱由检的事情。等朱由检的事情做完了，他们也就散了，然后再慢慢绞杀。这是上策。信王，他怎么还敢回来？我是绝不会让他进京的。这件事情你还是不要露面了，下手的人也要在江湖上找。好。快动手啊！打呀！打呀！打！快打呀！打！
哎，王爷，慢点儿。王爷，这院子的人都去哪儿了？王爷，王爷，您的房间在这边呢。王爷，您慢点儿。闪开！是。若楠，这是你的床。你走了好久了，你也不来看我。我就要当皇上了，我要当皇上了。你就是正宫皇后，母仪天下。还有啊，若楠，我把天宝给杀了，我把我的亲弟弟给杀了。李世民不也干过这事？是吧？你说我这样做有错吗？啊？你说我这样做有错吗？若楠，你说啊，你是不是怕我了？你是不是怕我了？你怕我？你怕我，若楠？天下，你要做个好王。天祥，你好狠的心，现在没有半点人性吗？你为了权力、地位和魏忠贤同流合污，我瞧不起你。真是可怜可叹，罪恶滔天，就算我不诛你，你也难逃天理昭彰。天祥，你醒醒吧！祝天祥，你醒醒吧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要把你们一个个都杀了！我要把你们都杀了！我要当皇上！我要当皇上！哎，我要当皇上！也如此啊！我要把你们一个个都杀了！我要当皇上！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快快显灵！顺天府尹有令，请朱天祥上堂听问。怎么，你已被贬为庶人，难道还要摆出王爷的架子吗？快快显灵！好你个赵南星，好大的胆子！那好，那就请吧。好啊，我就陪你走一遭。带走。是。走。王爷，王爷，走。赵大人，有何见教？他死了吗？想让我死？
没那么容易。原来你诈死！我本来不相信你会杀我，还好我早有准备，不然的话，如今你我早已阴阳两隔了。大人，事情是这样的。大宝，现在有了证据，你要想清楚。如果你这样去找天翔的话，他会用什么样的手段来对付你啊？下毒。下毒？对，我父王是中毒而死的，可是我们却查不出丝毫的痕迹，这说明他们下毒的手段很高明。依我看，如果我中毒而死，恐怕也查不出任何痕迹，这样他们就可以逍遥法外了。朱天祥，我终于明白了。如果是用下毒的话，那就有办法。大宝，你知不知道我师父最拿手的是什么？解毒。对，大宝，只要你提前服下这种解药，到时候如果他们用毒手章的毒药的话，咱们也不怕。毒手章的毒不是没有解药吗？那是中毒之后没有解药，但在中毒之前，如果我们能化解了这种毒的话，那就不怕了。只是两种毒剂相融以后，到时候你的身体难免会有所损伤，两种毒中和以后，可能枪喉会有损。如果到时候喷血、呕吐，都是难以避免的。不怕，这样最好。他们看到我喷血，必然会认为我中毒已深，这样他们就放心了。只要我一死，他们必然就会对你们下手，同时更会放松警惕。好，这个王府我是闯定。当时张半仙躲在屋顶观察，我喝下毒酒后，魏忠贤就现身出来了。然后他们想把我投入枯井，金刚事先下到井下接应，这样我才被有惊无险的给救下来了。朱天祥，你不知道我还活着，所以你肯定会来顺天府为你自己洗脱罪名，你还会倒打一耙，借此除掉孟老哥他们，对不对？朱天祥，天宝所说可是属实？荒唐！我怎么可能在我自己的府里杀人？何况他是我亲弟弟啊！好，朱天祥，你看清楚，这是不是母亲给你定制的银吊坠？朱天祥，说！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那你的吊坠去哪？我告诉你啊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弄丢了。你丢了？好，好，我实话告诉你，眼前这个吊坠就是你的，你看看吧。这上面有个祥字，正如我的吊坠上有个宝字一样，是母亲给你特制的。怎么会在你手上？你恐怕想不到，冥冥之中自有天意。这个吊坠就是在父王的遗体上找到的。你说什么？大人，这个吊坠确实是在老王爷的遗体上找到的。你胡说！父王下葬的时候，是我亲手打理的。若有这个吊坠，我难道不会发现吗？天祥，难怪你在老王爷身上找不到这枚吊坠。那天我和大宝打开老王爷的陵墓进去的时候，本来也什么都没有发现，可是后来。大宝，小蝶，我是放心不下你。我没事，来，你见见我父王。怎么说，我们也是一家人。这根银针我怎么都查不出异样。父王的去世，难道真的像朱天祥所说的那样吗？银针测不出毒来，老王爷未必就不是中毒而死。
你看，老王爷的须发都是脱落以后粘上去的，这说明老王爷去世的时候须发已经脱落。这和中了毒手杖的奇毒一样，他的皮表并没有伤口，那么这个毒一定是从口鼻而入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大人，这枚吊坠确实是在老王爷的喉咙里被发现的。吊坠上沾满了毒素，已经变了颜色。大人，您请看。大人，大胆朱天祥，竟敢毒害老王爷！现在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何话说？哼，这是栽赃，我不会承认的。难道你还不知悔改吗？难道你不明白父王的一片苦心吗？一片苦心？二哥，父王是故意吞下银吊坠的。他吞下吊坠不是为了指证你，而是为了保护你。天祥，老王爷的喉咙里现在还有痕迹，你大可以现在就去看一下。大人，这件事情后来侯国兴醒后都得到了证实。天祥，你若还不承认，侯国兴现在就在公堂之外。侯国兴，他对你们所做的事情可是一清二楚。侯国兴是罪犯啊！一定是你们串通好了，让他来诬陷我，是不是这么说的？大人，把侯国兴抓起来，他是罪犯。不是这样的，把他抓起来，他是罪犯。天祥，你到现在还执迷不悟，就算侯国兴的证词不足为凭，你就没想过父王的苦心吗？父王早就打算把王位要传给你。父王是为了替你掩饰下毒的罪行。试想，父王他中毒而死，为何死后一脸安详？因为父王以为我已经死了，而你是他唯一的儿子。他因为你母亲的死对你充满了愧疚，他希望你继承王位，他希望你安然无恙。你到现在还不明白？父王承受着毒发的巨大痛苦，垂死挣扎，用尽全身的力气吞下了银吊坠。他是用最后一丝能量在保护你，尽管他早已经知道了，你就是真凶。父王，朱天祥，事到如今你还不认罪？还是算了，当时是六神无主，我竟然不知道父王会吞下吊坠。二哥，父王自知过世之后必将风光大葬，不可能有人开棺验尸，也就不会有人发现他吞下的证据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以为父王喜欢你多过于我，你知道吗？我没有办法，我只能不停地练武，拼命读书。我为的就是父王的一个眷顾，可是我并没有得到。我为了继承王位，我一错再错，我毒害了我父王，我竟然不知道他在死之前是在保护我。杀了我吧，天宝，杀了我，把我杀了！
大人，朱天祥既已认罪，还请大人秉公发落。好，来人，把朱天祥押入大牢，听候发落。是。天宝，天宝。 大宝，我们不是要去牢房看你哥哥朱天祥吗？怎么来这儿了？我想去王府里给他拿点东西，他在里面没人照顾。可是下人和护卫都去哪儿了？应该是逃跑避祸了吧？我们进去吧。小王爷饶命！我是被饿的。哎，你偷东西啊？就算王府的人都走了，你也不能做这种事情。小王爷，天祥主子被抓了，府里的人都卷东西跑了，我没人管，又没地方去，所以就留下弄点东西换吃的。这东西都在这儿，我不敢都带走，我想收拾了藏起来，万一天祥主子还能回来，这东西还能有些用处。小王爷，我这难为你还惦记着他。你放心，我明天就请顺天府的赵大人派衙役守在这里，这毕竟是王府。 你就安心的留下吧。哎，谢谢小王爷，谢谢小王爷。大宝，在看什么呢？这是我父王的贴身玉佩。啊，这个东西怎么没有下葬啊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啊。这是你从哪里找来的？这个是天祥主子屋里的，以前我还见主子戴过，后来不知怎么的。 就都搁起来了，主子可能看老王爷过世了，怕老王爷用过的东西不干净，所以就这样了。天祥啊，天祥，你可真是辜负了父王的一片苦心呐！ 二哥，你来了，我来看看你。我猜到你会来，但是又不相信你真的会来。你毕竟是我的二哥呀。你知道吗？我不是父王亲生的儿子，我的亲生父亲和父王的内妾生下了我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不知道这个秘密，只是冥冥之中觉得父王一直不喜欢我。直到后来你离开京城，我在魏忠贤的帮助下知道了这件事，让我起了杀心。可事到如今，我才知道父王为了掩盖我的罪行，吞下了那块玉珠，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。天宝，哥哥，只想跟你说说心里话，好吗？这里是一些衣物，都是从家里带来的，还有盒子里的饭菜，你记得都把它给吃了啊。小蝶，你跟天宝生生死死，我早就把你当成我们朱家的人了。但听无妨。还是不要了，你们慢慢聊吧，我出去了。我这一生啊，都在自卑、痛苦、绝望中度过。我这一辈子兢兢业业，克己复礼，就为了能够得到父王的青睐，获得王位。可当我知道我不是父王亲生的那一刻，我一生的梦想
岁了，我一直以为父王会把王位传给你，我才会一步一步的走到今天。你错了，我根本就无意跟你争王位。就算父王把王位强加给我，我也会离家而去，放弃这个王位。为什么？还是因为你，因为我。你从小就不喜欢读书，可是我也知道，想要治理这个天下，不读书是不成的。而我生性跳脱，根本就不愿意受拘束。你从小就努力上进，我一直拿你当我的榜样。我知道我学不来，我就打定心思不跟你争这个王位。你说的可都是真的。当我恢复记忆以后，来京城和你见面，我当时说的都是真话。我也希望你能和若男相亲相爱。谁知后来出了这么多变故，我是真的变了。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若男。你知道吗？父王他一直都把你当亲生儿子看待。你看这是什么？父王给我的玉佩，你知道这玉佩的来历吗？这只是父王的随身之物。你离开京城之后，父王病重，他把这个交给了我。看来你还不知道，父王他没来得及跟你说呀。这难道跟父王给我的其他东西有所不同？父王这块玉佩日夜都不离身，你我经常看到，本来觉得没什么稀奇的。可是那一年我13岁，因为画了一个鹰戏图，得到父王的夸奖。你还为了这件事不高兴呢。后来我就让父王赏我点什么。父王满口说好，我就跟父王说，我想要这块玉佩。父王却不肯给我。这块玉佩虽说质量不差，却算不上什么上的珍品。可是父王就是不肯给我。你知道这块玉佩原来的主人是谁吗？我不知道。这是先帝爷少宗的玉佩。先帝龙潜受难之时，身上值钱的东西并不多。后来继承了大统，因为父王保驾有功，先帝就把这块玉佩赏给了父王，并且跟父王说，若日后相负，让父王拿着这玉佩免死。这是咱们父王的护身符啊！我当年跟父王要这块玉佩，父王不肯给我，于是我哭了好几天。最后，他老人家为了哄我，才悄悄告诉我这个秘密，并且让我答应要保守住这个秘密。他说这个东西日后是要传给建兴王的继承者，是保佑我们一家平安的保障。父王既然给了你，你却不知道这里面的因由。想来父王还没告诉你这块玉佩的秘密，你就……你说的可都是真的。天翔，天翔，二哥，我亲手摸的。现在好了，现在可以给父王偿命了，也算是我的一种解脱。到了九泉之下，再给他磕个头，
认错。若男，我来陪你了。哥，你这是何苦呢？魏忠贤还没有倒，你要活着把我扳倒他。魏忠贤的罪证，我都收集好了，为的就是有一天，如果和他反目成仇，我能够制约他。天宝，这些东西都放在我母亲的灵位下面，有了这些，魏忠贤必死无疑。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我不求父王的原谅，可我辜负了若男的感情，今生是不可能了。等到来生吧，天宝，记得将父亲的墓碑面向母亲，这是他最好的遗愿。走吧。有什么事吗？王爷，我们收到圣旨，有些时日了，是不是该启程回京了？皇宫中又来人催了。急什么呀？这里到京城不过1日的路程。我要你准备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？回王爷，马匹、行辕、衣装，还有路上吃喝的一切都已经准备妥当。哦，对了，王妃们也已经通知了。这次我先一个人进京。是。王妃们几日后再动身。没有我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得擅自行动，知道了吗？是，王爷。不过，我们只带几个人入京，是不是不太安全呀？不是在天蝎侍卫，以防万一呢？不必了。要我以信王的仪仗进京，宫里必会派御林军护送。我不是燕王，不必带过多的人马。是。哎。你看这条鱼，试了鱼饵很久了，却还是咬了钩。它就是犯了匆忙的错。沉住气，听我的吩咐，否则我们也会成为咬钩的鱼。朱天祥把魏忠贤给招出来了，这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了。这接下来该怎么办？我本以为太子一案可以置魏忠贤于死地。可事到如今，本案的证据都被魏忠贤掩盖得死死的。要想扳倒魏忠贤，除非用另外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让信王回京。好，我这就去准备。你等的那个人，他不会来了。是吗？他的弟弟朱天宝把他告上了顺天府，他已经下大狱了。我劝你，还是死了这个心吧。这是一碗汤，你得把它喝了。这是什么汤？女儿，你是个明白人，不是做娘的心狠。你肚子里流着他的骨血，你这不是引火烧身吗？喝了它，你什么烦恼都没有了。将来你要是不如意呢，娘再给你寻觅一位如意郎君。再不成，你就留在我这儿。反正等我老了，这个店也是留给你的。
听话，喝了它。我想见见他。你怎么就听不懂娘的话呢？啊，那个人已经完了，难道你还动了真情了？你还见他干什么？这是我这些年积攒的积蓄，这是我一直积攒下来的，你看够不够？应该够了吧？女儿，你这是要走啊？去也罢，留也罢，总之是落花流水，一场空梦罢了。你到底要干什么去？你放心，我已经想好了，这个孩子是他的，我要把他生下来，把他养大。你这是何苦啊？娘，你不懂。天晓，我来看你了。你看，你我现在是不是平等了？你赎身了？我赎身了，住到了金角，我要在那里把我们的孩子养大。你说什么？孩子，我们的孩子。如今你到了这里，一切功名利禄都成了过眼云烟。我只想问你一句：如果你还能活下来，你愿不愿意跟我隐姓埋名，做一对普通的夫妻？对不起，我罪孽深重，死不足惜。我刚活下来，自没有脸面对父母。可死去的若男，你走吧。孩子长大以后，不要跟他说有我这么一个父亲。不，我要让他知道，他的父亲是一个有担当的男人。我还要让他知道，你我是名正言顺的夫妻。那是什么？我要和你拜堂成亲。成亲？你到底还是打定这个主意？我早已把你当成了我的夫君。夫君，我以为我是若男的夫君，到头来我害死了他。如今你又把我当成你的夫君，我愿意。
我就知道魏忠贤会这么做。